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19节到28节，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约的大祭司。昨天我们谈论到了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，他为了世人的软弱以及世人的罪而降世为人，为要完成上帝拯救的旨意。因为耶稣基督受了上帝的呼召以及差遣，降临到世界上，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为人的罪来献祭。昨天谈到了哈拿，撒母耳的妈妈，因为无法生育而被丈夫以利加拿的小老婆给侮辱取笑，因此她向上帝来祈求赐给她一个孩子，并且决志他将会把孩子献给上帝，成为上帝的仆人。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19节到20节，记载了上帝的应许实现，撒母耳出生的一个情形。第2天的早上，以利加拿全家一早起来敬拜上主后，就回拉玛去。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同房，上主应允了哈拿的祷告，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哈拿的孩子取名撒母耳，因为他说，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。哈拿清楚这孩子是他自己向上帝所求来的，并且他自己也决志要将孩子献给上帝，成为上帝的仆人。所以当他得到孩子以后，并没有因为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孩子而就舍不得奉献，他就将孩子取名为撒母耳，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他是向上帝求来的。撒母耳上卷第1章21到28节继续的经文将记载哈拿依约定的预备他的孩子撒母耳，并且将他带到耶和华上帝的圣殿里去献给了上帝，向祭司以利来学习。上示罗的日子又到了，以利加拿带着他的家人上去向上主献年祭，还他所许的愿。这时哈拿没有去，她对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要带他到上主的殿宇去，让他终身留在那里。以利加拿说，好吧，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做，留在家里等孩子断奶后再去吧。愿上主帮助你还你所许的愿。于是哈拿留在家里乳养孩子，孩子断奶后，哈拿带他到示罗去，同时带去1头3岁的公羊，10公斤的面粉，1袋啤酒，1皮袋的酒。哈拿带着幼小的撒母耳到示罗，到上主的殿宇，他们宰了牛后，
哈拿把孩子交给以利，并且对他说：先生，我发誓，我就是你以前看见站在这里向上主祷告的那妇人。我向上主求这孩子，他照我的祈求给了我，因此我要把他献给上主，他要终身归属上主。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上主。后来撒母耳就在圣殿里学习服侍上帝，并且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就正式的取代了以利以及他2个儿子们祭司的职分。如同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的拯救是上帝赐给世人新的约。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耶稣基督在这个大祭司的职分，他不但作为祭司为世人的罪来献祭，他自己还成了代罪羔羊，他全然的谦卑奉献了自己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命令，他赐下了新的诫命，与门徒立了新的约。在约翰福音的经文，耶稣基督这样说：耶稣基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愁烦，要信上帝，也要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若不是这样子，我就不说这话。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，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，我要去的地方，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。耶稣基督要成为上帝与世人中间的桥梁，保惠师，劝慰者，将来还要在天父的家里预备空间，并且再来接所有相信耶稣的是基督的人们。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到13节提到的耶稣基督是新约的祭司。这样说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，我们所讨论的重点是这样：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，他坐在天上至高权力者的宝座右边，他在至圣所供职当大祭司。这圣所不是人手所造的，而是主所建立的真圣墓。每个大祭司被任命来向上帝献礼物和祭品的，因此我们的大祭司也应该有所奉献。如果他是在地上，他就不可能做祭司，因为已经有按照犹太法律来献礼物的祭司。这些祭司所做的不过是天上圣母的剧本和影像。正如摩西要建造圣幕的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，你要造的都是要依照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模式。但现在基督所接受的祭司之分比他们优越多了，正如他在上帝与人之间做中间人的约是更好的，因为这约是根据那更好的应许而立的。如果第一个约没有缺点，就不需要第二个约。可是上帝指责他的子民说，
主说，日子要到了，我要与以色列人民和犹大人民立新的约。这约不像从前我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。在那日子，我拉着他们的手，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他们却没有遵守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因此主说，我也不理会他们。主又说，在往后的日子，我要与以色列人立这样的约。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头脑里，写在他们的心坎里。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无需教导自己的乡邻，或告诉自己的同胞说，你们该认识上帝，因为从最小到最大，他们都全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过错，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。既然上帝提到新的约，可见他已经把头一个约当作无效的。任何无效渐成就的，就必急速消失。我们看到经文记载的哈拿、撒母耳以及耶稣基督都将自己全然的奉献，而哈拿是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了，他没有尝试。这是蒙恩的基督徒所当学习的。那所谓新约的祭司，就是要以新约的应许来赐给所有相信的人。透过耶稣基督的献祭，上帝将救恩透过这样的新约、新的诫命赐给了世人。今天的路加福音我们就不再来朗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天父赐下爱子耶稣基督，成为世人新约的大祭司。透过耶稣基督的献祭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得蒙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时刻反省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坚持走在上帝义的道路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